Hello， 你好，我係 Ernest， 係 Financial Partners 嘅大中華區董事。咁啊，今日恒生指數收報呢個22,715點，咁啊升咗呢個46點嘅。咁國企指數就收呢個12,469嘅，升咗呢個34點嘅。整體嚟講，個成交進一步萎縮到得翻呢個725億嘅啫。咁啊，仍然嗰個嘅期指臨尾都係做緊呢個低水嘅。你話翻咧，港股裏邊嚟講咧，相對國內咧，12月一定係跑輸緊，無論滬深上證都係嘅。因為咧，今個星期裏邊嚟講咧，其實港股都跌咗接近咧2% 度，國企雖然少啲，都接近呢個1.5%。咁啊，倒翻轉咧，上證同埋滬深300咧，其實今個星期嘅表現都幾唔錯，有大約接近2% 嘅升幅嘅。咁但係無論嗰個即係表現稍為好啦，但係嗰個市場整體嗰個氣氛都比較上審慎同埋嗰個沽物氣氛係濃厚少少嘅，咁你見得到嗰個成交咧都係持續下滑緊，其實唔係淨係港股，國內都係一樣嘅。咁直情國內咧跌到去得翻2個半月嗰個嘅資金嗰個新低添嘅嗰個成交，咁啊都係因為嗰個年尾可能嗰個嘅錢比較上緊張少少啦。咁啊當然啦，喺近期嗰個嘅調整裏邊嚟講，亦都係一個好事。如果譬如話你見得到嗰個成交都係大部分都係萎縮緊嘅情況之下咧，咁亦都顯示咗嗰個投資者咧，其實進一步嗰個拋售嗰個嘅意欲其實都唔係話好大。咁所以咧，其實投資最重要就唔好話俾呢啲咁嘅負面情緒去影響到嘅。咁啊，至於譬如話另外一個因素咧，大家估計就話年尾嚟緊得翻2個星期嗰個 trading days 啦，咁會唔會嗰個 CPI 去到5.1%之前咧加嗰個存款準備金？嚟緊央行有機會喺嚟緊呢2個星期係會加息，係比較敏感啲嘅即係動作嚟，我相信係。咁不過咧，亦都一提就係周小川之前亦都講過咧，其實加息呢樣嘢咧，其實都係進退兩難嘅情況咧。咁我自己本人覺得咧，可能今年2月下呢2個星期咧，加息個機會都不太大。最近有個調查要留意翻，就係話咧，國內咧都開始跟咗香港啦，就係投資咧開始已經取代咗呢個儲蓄成為一般嘅居民處理嗰個財富嘅習慣啦。咁留意翻點解咧？其實亦都同香港息息相關，就係話咧，因為個物價持續高企上升啦，其實國內嘅人均嗰個收入亦都提升咗，但係嗰個嘅負利率嘅問題咧喺國內咧仍然都幾嚴重，咁所以咧令到嗰個儲蓄過去嗰個熱潮又減慢咗。不過亦都可以咁講，國內嘅居民亦都會醒目咗，就係話佢哋而家可能咧多咗一啲嘅途徑或者方法去好好地管理自己嘅財富。咁我亦都希望咧趁住即係今日啦，希望大家年尾嘅時間亦都緊記就係話好好睇翻自己個風險承受嘅能力啦，自己本身投資嘅目標啦，去做一個即係2011年嘅部署。咁下次我就會講解翻，譬如話無論短線、中線、長線，大家可以留意緊投資嘅有啲咩嘅技巧或者嘅地方可以去注意嘅。